好多啱啱加入商會嘅朋友，過幾日就會問：點解冇生意嘅？一個商會唔係話好多生意介紹嘅咩？你哋係咪呃人㗎？但真係唔好意思講俾你聽，呢個會其實真係好多生意介紹，好多人已經成交咗好多業務金額，只不過人哋冇將生意介紹俾你啫。唔好誤會，人哋唔係針對你，並唔係睇唔起你，主要原因係即使係會友，人哋都需要時間去了解你，建立信任。好多人加入商會都會跌咗一個誤區，以為入咗商會就會馬上鋪天蓋地咁樣嚟生意，於是即刻開足引擎追求短期嘅暴利，希望快速變現，幻想新結識嘅人物會即時會有大量嘅回報，但係結果只係風風火火咁搏命 sell 咗一陣，見唔到有嘢返就即刻想放棄，未睇到結果就開始抱怨。但周圍看在眼內嘅老闆係點諗？呢度啲老闆之所以能夠成功，都係因為抱住長期主義，佢哋要將生意或者項目交俾一個人，需要一定嘅時間去了解呢個人，睇睇佢嘅工作態度、個性、能力、交付嘅結果，仲有別人對佢嘅評價。你想單靠一兩次見面就攞到好多生意，難咯。呢啲成功嘅生意人普遍都保持一個理念：真正嘅商業成功從來唔係一下就嚟嘅速成，而係日積月累嘅沉澱，慢慢耕耘得出嚟嘅成果。對於短期思維嘅人，着重嘅係一次性嘅訂單、短暫嘅收益；但係對於長期思維嘅老闆，睇重嘅係長久嘅信任、持續嘅堅持同埋終身事業嘅專注。我唔敢講快嚟快去，睇短期利益做法一定唔啱，但係反正我哋嘅理念就係抱緊長期主義，發展長遠而有意義嘅關係。點樣做到？就係通過我哋商會行之有效40年嘅系統咯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等你了解更多人物心法。